觀眾、Patreon 同朋友，早晨啊！今日咧第一件事咧就要答呢位網友支持咗我好耐嘅朋友嘅問題。佢就話睇完今日嗰條片咧，就今年係咪每個國家都繼續加息，除咗日本之外，個機會大，因為金融問題減息，因為平錢多，股市只會平穩向上。各國政府及機構都極力避免金融動盪。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你講嘅嘢咧，有大部分都係啱嘅。咁我未答你問題之後咧，首先咧第一樣嘢要講咧就係多謝各位網友支持先嚇。咁咧我繼續3月啊，係開始咧由1個月嘅開始啦，就歡迎59蚊同119台嘅朋友係喺 Patreon 台 private message 聯絡我，就將你哋個聯絡方法同埋邊個日子你方便時間，我就會打電話或者同你 Zoom 私人咁樣，或者 Skype 俾你，然之後咧我哋咧就分享下我哋咧人生經驗各方面就唔係俾投資建議喎，大家記緊要知道嚇。咁呢啲咧就係唔係咁台119台。暫時我就會喺呢2台做住先，遲啲咧就可能會推去29.5蚊，咁慢慢先啦咁就暫時都係59蚊一個，所以歡迎各位朋友喺 private message 聯絡我，唔好將你哋嗰啲聯絡資料擺咗喺個公眾平台嗰度記緊要咁咧呢啲就係我哋大家傾下偈咁樣嘅啫咁一個月就一次。好啦，而家咧我咧就因為咧我都一路學緊嘢啦，點樣用呢啲平台呢啲咁樣嘅streaming 呢啲喺 Patreon 台咧，同大家咧都係分享緊我嘅經驗。咁咧我咧而家開始咧就用新嘅方法咧，希望大家咧就其實咧你即係話我自己做幾年人啦，咁大家追隨跟住我睇我嘅嘢咧，都係想睇一睇我點樣做分析嘅啫，就唔係話希望我俾到一啲投資嘅建議，你話穩賺話最興嘅咧，啲人話我教你賺到最盡成日都講我有辦法教你賺到最盡，咁我就唔係嘅，我亦都唔係教你，我只係分享下我點樣做資料分析，同埋咧個過程我而家真係想咧，即係咧，我想同你分享咧，我學釣魚嘅方法就唔係話我俾條魚你，即係我淨係俾條魚你，即係俾個答案你。不如我就而家咧就做，我見到一個問題出現，咁我嘅思考過程同埋我點揾嘢我有乜嘢嘅開始有一個有個理論諗到出嚟，咁我哋就要揾啲事實或者係歷史嚟做睇下我呢個判斷有冇一啲solid 好穩固嘅基礎係會配合到嘅咁有時有時發覺咧，原來我諗嘅係錯，咁我而家咧就係希望咧我能夠分享我呢個過程。咁咧，我講嘅嘢咧就會，我見到個問題之後咧，或者我諗到一樣嘢咧，我就會諗，咦，我諗會係咁咁我而家又睇下以往歷史或者啲數據，睇下支唔支持到我。有時係支持到，有時就話我諗嘅嘢係錯嘅。咁我而家就係話俾你聽啦，我而家開始就用呢個方法同你哋分享，就係話俾你聽咧，我諗嘅嘢唔係成日都啱但係我過程係點？如果錯咗係點錯法？大家都睇到我啱嘅係點啱法。咁咧，希望大家就見到我嘅搜集資料嘅過程啦。咁都算都幾得意㗎嚇。咁大家開始睇到而家開始新嘅一頁就開始啦。好啦，咁就你就話全世界央行都加息啊，冇錯，加息啦。咁咧就平錢真係好多，因為咧就而家咧美國嘅資產負債表有幾大啊？好啦，咁我而家咧就開始 new share 我去 new share 俾你哋啦，share 咗呢個啦。呢個就係美國嘅資產負債表，而家個 balance sheet 有幾多？
咁大家好明顯睇到咧，而家咧就有8.4兆，比起最高嗰陣時咧就係8.9兆，只係減咗0.5兆嘅啫。咁即係話我哋而家呢一個位咧，只不過係嗱，呢度寫住，大家睇住係，你用電腦睇㗎啦，呢啲一定要3月1，呢個係8.339兆。上一次喺呢度咧就係8月18號2021年，即係我哋而家只不過去翻2021年8月18號個位啫。即係我話流動資金而家呢個政府啊，美國政府崩咗幾多錢出市場咧？而家仲有8.3兆喺市場，即係我哋去翻8月18號2021年咁大嘅資產負債表啊！咁我哋又睇啦，我哋睇下8月21號2021年道瓊就幾多啊？咁我而家睇喺2021睇下先啊，睇下先 ，August 就係大約35000點嘅，35000點。咁而家幾多啊？而家33000。嗱，即係話我純粹睇資產負債表呢樣嘢啫。而家係33000。2021年同一個資產負債表8.3兆啊，咁啊幾多咧？35000。咁即係而家呢個number，如果你係純粹我睇資產負債表喺游資方面啊，聯邦儲備崩咗錢啊，喂，其實同2021年8月呢度係差不多嘅啫噃。呢個位8月呢個位嚇，咁即係話我哋係收咗水，但係股票咧嗱收咗水，去翻收水同一個位就係2021年8月9月嗰時股票係33000，而家係33000，而家係33000，嗰陣時係35000啊嘛，係咪先啊？咁即係話點解會少咗2000點嘅？嗱，即係話我哋加咗4厘半息，大家要記住2021年8月嗰時咧係冇減息嘅喎，嗰時仲係零息嘅喎，即係話我哋而家加咗4厘半息嚇。如果我哋撇除咗呢一個聯邦儲備局崩咗市場嘅同一個 level 啊，就係話加咗4厘半息，只係令到股票其實跌咗2000點啫，就係比起呢一日啦，呢日重要嘅一日，呢日8月啊，咁啊再一年嚇。2年啦，2021年 ，OK， 睇下先，嗱呢度啊，呢度8339呢度8月25號2021年8年21，喂，同一個資產負債表個規模，股票只係跌咗2000點，咁你話呢4厘半嘅加息影響股票有幾多咧？其實真係唔多喎。嗱，因為點解咧？我哋如果你話我第一樣嘢，我哋講我呢段時間呢10幾年嘅時間，股票點解升得咁多咧？或者呢2年點解股票升咁多咧？最主要就係聯邦儲備局零利率啊嘛，同埋呢個印錢出市場啊嘛，係咪先？咁而家就話我哋咧就縮表啦，不但縮表，仲要加息。咁資產負債表縮咗咁少，咁去翻呢一個位啫喎，而家呢個位啫喎，加咗成4厘幾息，點解嗰4厘幾息只係影響股票得嗰2000點咧？咁你係咪發覺好大問題咧 ？OK， 咁你話啦，嗱呢啲係實體經濟啊嘛，呢個實體經濟，因為道瓊係證實呢個實體經濟，咁即係實體經濟其實冇乜影響喎。咁影響最大係乜咧？嗱，咁我而家又寫低呢個 number 啦。嗱，呢個就係嗱實體經濟咧，道瓊係影響2000點啫。咁我而家又睇翻呢個8月18號啦。
2021年，我哋睇一睇呢一個我而家咧就去 trading economics，OK，咁咧我就睇一睇另外嗰啲嘢咯，OK，我哋另外啲嘢啦。好啦，我哋首先睇一睇咧就係包中嘅睇咗啦，跟住睇 Nasdaq，OK，Nasdaq，哎呦又喐咗15啦，15061，嗱嗰時15061啊，咁而家幾多啊？而家係12291，喂呢個影響大喎，呢個係冇咗3200點，呢個冇咗20%喎，嗱呢個就影響大啦，呢度係15000點，而家係122，冇咗3000點，即係冇20%，嗱即係話俾我哋聽，原來同一個表同一表都係8兆大家記住呢個係8兆嘅表而家係8兆3嘅表，對於垃圾指數影響係好大，係冇咗20%，但係道瓊斯指數咧10%都冇，即係話呢啲加息情況咧，用咗同一個表係影響垃圾指數係大好多嘅，大成2倍幾咁即係話呢啲高借貸嘅公司咧，如果係面臨我哋繼續加息嘅話咧，係會出現一個咧係會繼續係以咁樣嘅速度下跌，因為個表係會繼續縮。嗱，咁我再睇啦。嗱，如果我哋呢個表，嗱，我哋呢度啊嘛，而家呢度啊嘛，係，OK，咁我就咁講啦，我縮多1兆，我縮多1年嚇，一年，即係去到今年年尾啦。今年年尾，OK， 今年年尾，咁今年年尾啊縮多大約1兆到啦。咁嗰陣時就係應該大約7.5兆。咁7.5兆係邊個日子咧？7.5兆睇下先啊。7.5兆就去到呢度啦，就話去翻2021年3月個位啦。2021年3月個位，嗱，如果我哋個表今年年尾係縮到7.5兆，咁2021年3月垃圾指數又係乜嘢位啊？不如我哋睇下啦，好嘛？垃圾指數咩位？2021年3月，2021年3月啦，2021年3月，好。2021年3月嗰陣時咧，122，喂，12711喎，咦？即係話嗱，呢個就重要啦。嗱，大家睇到個分析啊，嗰個結論，嗰個情況啊，即係話，如果我哋今年年尾個息口係唔變，維持而家，我哋唔再加息啦，我純粹縮表，縮翻去。我縮咗1兆，因為以而家95個 billion 一個月啊嘛，咁縮到去嗰陣時嘅話咧，就去翻我哋2021年3月19號嗰陣時個表啦，就係大約7.5兆，咁嗰陣時垃圾指數叫12798呢度12798呢度12866 ，OK。即係而家我哋一路唔加息啦，純粹縮表。咁垃圾指數合理純粹睇資產負債表縮咁多錢，縮咗1兆再縮1兆嘅話咧，垃圾指數其實應該係大約12866嘅咁我哋而家就係12291啊嘛。咁即係話，喂，好似有啲問題喎。嗱，首先即係我哋而家呢個位咧。就好似好貴喎，因為完全係冇 price in 到加息嘅情況嘅因為點解咧？嗱，如果我哋去翻我哋同一個表嗰時，垃圾指數係應該係12286，而家已經12291，係咪好貴咧？你覺得？因為我哋加咗4厘半息啊嘛，加4厘半息係咪應該呢一個 number 係冇咁大咧？呢個股票而家咪好貴咧？值唔值12291呢個位咧？明唔明白呢個邏輯思維？
因為我哋而家加4厘半息，咁而家呢個價格係咪一個錯嘅一個錯嘅 reflection on 即係一個錯嘅反應喺呢個我哋而家個息率係4厘7半，同埋我哋係一個縮緊表嘅情況之下，呢個係咪好貴咧？係咪 overvalue 咧？咁大家要評價啦。嗱，純粹我就用個息率同埋資產負債表嚟睇，因為大家呢10幾年啦，尤其是呢2年，我哋唯一一個理據點解全世界啲股票會升，所有資產會升 ，Bitcoin 會升，乜都升。最重要就係話我哋係有好多油水喺街啊嘛，好多油錢啊嘛，同埋好低息零息啊嘛。咁而家一樣已經冇咗啦，就係零息冇咗啦，而家4厘半。第二樣就係個資產負債表係一兆一兆咁收每年。咁而家咁樣，我哋呢啲價值反唔反映到實際嘅情況，同埋我哋預測1年後嘅情況啦，就係1年之後，我哋就算唔加息啦，我真係唔加息啦，停咗喺4厘7半，但係個資產負債表由而家8.3兆跌到落7.5兆之下，而呢個垃圾指數個位咧，就係零息7.5兆嗰陣時，價值就係122,866，而家係122,991。咁你覺得呢4.7厘嘅加息有冇反映到係垃圾指數嗰度咧？如果我哋真係去到資產負債表係到7.5，垃圾指數就仲係122,991呢個位嘅話咧，即係話我哋加咗咁耐息，個股票市場係完全冇任何反應嘅。咁你覺得又合唔合理咧？咁我只係能夠講，如果你咁睇咧，我就話佢應該跌多好多啦。應該而家係太貴啦，因為不符合情理啊嘛。我哋一路嗰個支撐我哋個論點就係點解股票升咧，就係兩樣嘢啫嘛，低息同埋聯邦儲備增表嘛。咁我就用呢兩個數據同你做一個分析咯。大家明唔明白嗰個道理先？咁其實咧就真係好易明嘅。而家係絕對 overvalue 得好緊要，好緊要啊！咁你又睇翻啦，又睇埋 S&P 啊嗱，咁睇 S&P， 我仲要睇埋咩咧？嗱，我一陣再睇 S&P， 咁啊再睇埋美元指數啊，我一陣間又去美元指數同 S&P 嗰度又睇睇情況點咧，好唔好啊？好。一陣間咧，我咧就會呢個可能咧就會第日嘅5蚊台嗰度再講啦。好，多謝各位嚇。